面咧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好多朋友咧係疏忽或者係冇注意嘅。今日咧有緣分啊，聽到呢一個內容嘅朋友咧，Ken Sir亦都為你去講解翻一間屋咧或者一個單位咧最嚴重最忌嘅係乜嘢咧？就係忌呢一個動土。動土我哋有幾個位置係唔可以動㗎嗱。第一，太歲頭上動土，咁你話得唔得？第一個，第二個就係乜嘢啊？就係呢一個同太歲爺對立嘅，就係叫做歲破。喺歲破位動土，同喺太歲位動土，基本上冇乜分別啊，都係一字記之曰啊，衰啊，衰硬過衰啊，明唔明白？另外咧，有一啲位置咧，同樣都係不能夠有呢個動土嘅情況，就係呢一個五黃道嘅位置。今年嘅流年嘅五黃嘅位置咧，就會到咗就係呢一個正南區。正南區同樣亦都係個太歲去動土，所以如果你間屋嘅正南區出現咗有動土嘅話咧，即係你間屋啊，如果要裝修嘅話咧，咁唔該你喺佈局之前就做好晒所有嘅裝修。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呢個正南區動土嘅話咧，咁你真係會好多咧潛伏嘅問題咧，就會因為你呢個動土咧就好似點炮仗或者好似開槍咁掹雞，啲嘢就會爆晒出嚟啦。明唔明白？咁你話我間屋冇動土喎，對面屋動土算唔算啊？你個門口開喺呢個正南，而咧對面屋裝修就沙塵滾滾就殺錯良民，即係對面屋動土啦。對面屋動土，你估對你有冇影響？咪一樣咁大鑊。你話咁我唔緊要，我唔係門口嚟嘅，我正南區我係埲牆嚟嘅。你正南區係埲牆嘅話咧，咁你隔離屋裝修，隔離屋揼釘嗱，久唔久一次。可能都唔係咁大件事，但係如果佢每日朝頭早9點鐘到夜晚咧，就係呢一個跟足法例啦，就係呢一個6點鐘都喺度日日喺嗰個南邊牆嗰度轉牆嘅話，咁樣你估又有冇喐起到咧？明唔明白啊？所以動土呢一樣嘢唔係一定喺你間屋嘅隔離屋搞事都會影響到你屋企咯，明唔明白？咁所以咧太歲位又唔得，五黃位又唔得，咁仲有啲咩位置啊？就係呢一個二黑啦，二黑就係個病星，亦都二黑咧係一個旺星嚟嘅。咁如果咧今年嘅流年嘅二黑位就飛咗邊度啊？飛咗去呢一個啦西北區。雖然佢個五行咧係一個啦當時得令嘅旺星，但係你要記住，二黑始終都係帶住一份病嘅元素。呢個病嘅元素咧如果咧你可以好寧靜咁將個能量去發揮嘅話咧，稍後個講座入面我會為大家有講解啦。呢一個好寧靜咁去將佢發揮嘅話咧，佢可以幫你咧就提升咧你嘅學習能力啦，你嘅健康狀態。但係如果咧出現咗咧呢個西北區動土嘅話咧，咁就多事啦。多事在乜嘢？就多事在咧就第一，西北區係代表咗咧就男性；第二係代表咗父親；第三係代表咗我哋嘅頭部。呢啲位置都會一抽過咧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咧就會發生咧喺閣下。就唔好講閣下好似就你，即係喺呢間屋主嘅男士，或者會容易導致頭痛咯。你話唔緊要，我係女人但係你記住，你都有個頭喎，明唔明白？亦都咧西北位，亦都代表咗五行屬金嘅，亦都代表咗我哋嘅嘴巴、喉嚨個肺同埋大腸都會有問題咯。要注意翻。另外咧一啲咧就動土咧就仲有呢個三碧啦，三碧喺呢個正西區，同一樣嘢你隔住埲牆又好，我西面係咩？我西面係我公司嘅西面係窗嚟啫嘛，即係關我鬼事咩？係係唔關你事啊。但係如果你個正西個窗嘅動土，好似咧呢一啲圖畫咁樣，如果有動土，點為之叫動土啊？對面有個地盤咯靜止咗好啲，但係如果佢仲繼續日日喺度咧，有人掘緊仲係由呢個2、3樓咁起你等佢起到完工咧，咁個能量咧先至停止咗先至平靜翻。咁仲有佢完咗工，仲要停咗之後，都仲要咧隔3個月之後咧，所有嘅動土能量先至淨化到喎。咁即係換句説話講，都出年嘅事咯，都羊年嘅事咯。咁但係咧，你今年咧就多得佢唔少啦。明唔明白所以唔好睇少動土呢一樣嘢咯。二黑啦、三碧啦、五黃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七赤啦。七赤好簡單，七赤就係破財星。個破財星喺邊個位置？就喺呢個西南位。呢一個西南一動土嘅話咧，就會導致有呢一個破財嘅現象。但其實講真嗰句啦，動土咧輕則就破財，嚴重咧就呢個身體出現嘅問題。如果涉及到2級五黃嘅話咧，分分鐘咧係開刀血光手術嗰方面
都會咧有潛在嘅發生咯。所以無論你擺幾多風水物品入去啊，喺呢一個區域都好，但係如果出現咗一個動土嘅話咧，佢動起上嚟嘅能量咧係大過晒咧你啲風水物品㗎。有陣時真係唔知道，所以喺呢方面大家必須要注意。咁你話唔緊要啦，東南西北動土，但係你要記住喎，樓下動土咧，樓上動土咧如果佢樓上出現咗一個咁好彩嘅情況，佢係成間屋咧一次過將個地板剷起，即係換句説話講，剷起一間屋唔好當多啊！一間屋如果講緊係50方，即係大約500零尺啊，佢將成個地板咧去剷起咗佢嘅話咧。咁有啲乜嘢事情發生？就係會咧，就你成屋任何區域8個區域9個宮位，全部咧就係全部就同你剷起晒佢，即係你成屋都會動土。簡單啲咁講，你由朝頭早9點到夜晚6點，你唔會有安寧，亦都可以咁講。你呢一間屋佢一日裝修未完，佢一日都喺你頭殼頂喺度揼下，呢一個動土係非常之恐怖。我有個客戶。佢年頭咧就傾咗幾百萬咧嘅單嘅，即係未過年之前。但係一過年之後咧，佢樓上動土咧，佢呢幾百萬嘅單咧就同一時間咧就冇晒，亦都會導致咗咧佢完全咧佢公司停產，好多窩火，好多麻煩嘅嘢。延續咗咧超過咗半年咧，都係食谷種，就係源自乜嘢？樓上動土咯。唔好睇小動土呢一樣嘢啊，尤其是喺呢一個馬年。呢一個日子，不過講真一句啊，就算唔係馬年，屋企隨便動土，我哋都要擇日同埋睇方位咯，必須要注意啦。